1分鐘帶你玩盡荔枝角，有4000尺嘅室內遊樂場，超可愛嘅迷你模型店，世一拉絲麻薯撻，仲有超多口味嘅手工 gelato。4000尺嘅室內遊樂場，超過50部遊戲機，琳琅滿目嘅夾公仔機，有史力仔 Minions， 最後記得要掟埋彩虹，獎品收穫滿滿啊！3000尺大嘅手作材料專賣店，還原度極高嘅迷你模型，有常見嘅零食包裝、紙包飲品、日用品，全部都超有香港嘅本土特色，啱晒用嚟 DIY 飾物同埋吊飾。玩完又 shopping 完，係時候嚟個滿足心靈嘅活動啦！就係呢個免費嘅舒壓房，盡情大叫釋放壓力。懷舊老派裝潢嘅樓上 cafe 係旺角龍華軒嘅班底開，中西合璧嘅卡邦尼腸粉，超級掛汁，仲有芝士拉絲，招牌嘅炸雞翼勁入味啊！本地人氣手工 gelato，每個月都有唔同嘅限定口味，法式焦糖燉蛋蛋香十足，酒香巴斯克，每啖都真係食到蛋糕粒，勁有層次。果仁控一定要試埋近年大熱嘅開心果啊！響樂烘焙開嘅第一間 cafe 可以堂食飲啡，人手一件嘅招牌bé糕，口感鬆軟回彈。開心果酥大件超爆餡，仲有貓貓造型嘅湯種多士添。另一間都係烘焙界嘅新星，一開鋪已經超多大公仔排隊啦。抹茶撻每日限賣20件，麻薯拉絲勁 Q 彈，仲有原味嘅吉士簡，多醬明太子鹽麵包大推啊！就算凍咗外皮都仲好酥脆，入口滿滿嘅鹹香鮮味，超正啊！行完荔枝角，下次繼續跟小編玩勻香港啊！